即摆热天定定咧落大雨做风台，树仔安全就要特别斟酌。就有监察委员指出，伫这5冬内，全台各地已经有900件树仔倒去，甚至有6件地死人的案件，包含病虫害、土壤等等的问题，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应该检讨改进。 有一位训练人将要过车路，稍好路边一丛倒来树仔喊着。今年二月，台北市无落雨也无透风，一丛落树仔突然间倒来，若记得着停伫咧路边的车，连过路人拢被弄着。好佳在送病了也无大碍。因若伫最近中昼过了，天气拢会有变化，突然间大风大雨也常常造成树仔倒来。 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，停的时候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说注意一下那棵树是不是有点倾斜啊？那个也是运气吧。有时候会啊，我们这里内湖树蛮多的，找那个什么树木鉴检师吧，应该是这个他们要定期要检查的。监委王佑玲调查发现，最近5年来，各地已经发生6件落树仔无预警倒来造成死亡，加上100件赔偿的案件，也讲包括着病虫害、种树仔的空伤话、土壤的高度无够等问题，拢容易造成树仔死去有倒来风险。为了保障民众行路的安全，监委希望中央加地方爱检讨改进。 既有道路路树来不及的改善的部分，我们会加强巡查跟加固，来加强路树的安全。同时，永光处讲，人行道的空间无够，连带造成种树仔空伤侪空，落树仔生长不良。除了评估会甲树仔扫到公园，也会探讨改善人行道时阵进行甲树仔空扩大的工程措施。因若落树仔的病虫害问题，已经请厂商加强派人巡视。 种植路边的树仔有调节气候，也有改善市区风景的功能。要安怎兼顾民众的安全，政府要用心去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